六哥，咱家这牛奶不有都是吗？你让我给你买这现成的干啥呀？我用这盒当模子，今天给你做点奶皮子冰淇淋。奶皮子冰淇淋，那哪好吃啊？哎，六哥，门口停那辆新车是谁的？啊，那是我刚开回来的二手车，看着像新车呀。我那是19款的宝马3系，外面行情价10万，我在瓜子儿买的，花了9万，省了8000多。为啥这么省呢？因为我买的是个人车，个人卖给个人，没有层层加价，价格就是低。听说卖家也多卖了不少钱。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儿，个人卖个人，卖家多卖钱，买家少花钱。哦，那我也去看看。加点料，来奶皮子。哇，这一会儿冻上就是奶皮的雪糕了呗？你给我留2个啊，六哥，我也加点料。烤个腰子。你烤腰子干啥呀？要放雪糕里啊？这玩意儿强身健体。那你就放点枸杞得了呗。哎，对呀。你是真会吃，来冻上去。这是我那腰子馅儿吧？你又腰子又枸杞，那能好吃吗？哪好吃呢？我岁数小，我得补补，我得为以后打基础。你补吧，别放冰箱。想吃草原美食，你就来找我们，顿顿兄弟养你。